你嘅充電習慣可能正在慢慢咁傷害你個愛車最貴嘅部件。電動車心臟係咩咧？係電池，佔整車嘅成本大概40%。快充嘅時候大功率咁，好似強力泵，嘣嘣嘣，逼住嗰啲鋰電子咧就超速咁去穿梭咁噴出嚟。咁啊持續高溫會導致電池材料加速咁老化，容量咧就永久咁消減。咁咧其實快充咧係救急藥嚟嘅，唔係常餐啊！大家知唔明？其實真正用電池咧靠嘅係咩咧？係中速7至20 k 得最啱嘅最好嘅。功率咧溫和，就好似你電池做一啲舒緩嘅按摩，一晚咧加充10小時咧，補電就70度，足夠你一日嘅行程㗎啦，以420公里到嘅啫一日，相當於港島到機場來回40次㗎啦，慳翻咗頻繁嘅玩光狂充電樁嘅奔波啊，同埋電池更加長壽，你自己更加豐容啊嘛。OK， 我哋算一筆帳啊。你頻繁咁快充，你電池衰減就非常之快嘅，你將來換電池嘅成本就非常之高嘅。咁如果你日常加充咧，慢慢充、中充，電池健康，車輛保值咧就非常之高啦。其實有啲人咧就唔識計數嘅，如果你日日咁去快充咧，你換電池嘅維修費用咧係遠遠高過你而家裝一個充電樁啊！快充雙電池加充自喪持，將快充咧留給俾你出邊偶爾嘅充電，將健康咧擺喺你每一日嘅常餐，好唔好啊？我係光電嘅老兵，叫個兵哥，有乜嘢充電嘅問題咧，隨時電話我哋，好嘛？